大家好，歡迎嚟到超易足球啊！我係超易哥。咁今週英超大戰呢，就係倫敦打比，車路士主場喺史丹福橋呢就迎戰阿仙奴，最後呢就1-1打成平手嘅。呢場比賽呢就有好多爭議點嘅。咁最大爭議呢，其實就係個球證。咁中間有幾個轉捩點呢，第一個就係藍軍嘅中場咧，阿卡斯道呢，上半場一次就飛鏟食咗張紅牌。咁喺10人應戰底下呢，反而係車路士靠個角球查魯巴頂入領先咗嘅，之後先俾阿仙奴靠美連奴門前再頂入追平嘅。呢場波咧有好多個位都好值得討論嘅，咁特別係卡斯道個紅牌啦，車路士10人應戰都仲踢得咁好啦，同埋兩個入波之間呢，都有好多值得討論嘅位嘅。相信大家都聽咗好多唔同嘅賽後分析嘅。我就特別攞咗喺加力茶喺 Sky Sport 上邊對呢場賽事嘅一啲焦點分析啦。今條片呢，我會先播幾段佢嘅重點睇法啦。大家睇完都可以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嘅。咁事不宜遲啦，我哋睇下加力茶喺賽後講啲咩先。當然啦，我會幫大家翻譯翻做中文嘅，大家唔使驚啊。我會睇幾樣嘢，第一係佢落腳嘅角度，第二係點解佢一開始會衝埋去鏟。先停一停畫面，睇下兩個人最初企邊啦。Caicedo 同 Moreno， 其實 Caicedo 一開始根本冇見到佢，淨係望住個波，呢點本身無可厚非。只不過畫面一喐，你會問佢點解要撲埋去？後面仲有中堅隊友補位 ，Chalobah 應付到 Moreno 嗰條走位，呢個就係角度問題，完全冇必要去參一腳。隊友已經跟實人。加力茶頭先就講到呢個係卡斯道飛鏟落去嘅角度問題啦。係完全冇必要去鏟呢一腳嘅，隊友已經跟實咗人㗎啦嘛。我自己覺得咧，加力茶呢度講得咧，其實係有啲溫和添嘅，即係作為一個球迷講得直白啲啦。卡斯道咧今場嗰一腳就係無謂嘅，喺度鳩鏟。其實你由開波開始咧，已經見到佢今日好興奮，搶波搶得好狠㗎。咁呢個禮拜已經成日講懷斯對卡斯道呢個頂級英超防中嘅對決呢，對卡斯道心理上呢一定係有影響嘅。一場咁重要嘅大戰，就結果將自己捲入咗一腳多餘嘅飛鏟度，攞埋張紅牌。你慢鏡睇佢鞋釘呢係直接踢喺人哋嘅腳踝上面嘅。你見到美連奴當時嘅左腳呢已經中死咗喺塊草地上面啦，腳踝仲有少少咬咗添嘅。咁你一見到呢啲畫面呢 VAR 9成9呢都會出嚟建議俾張紅牌嘅。呢張呢其實只係佢喺車路士嘅第一張紅牌啦。喺國家隊方面呢，佢喺世界盃外圍賽呢都食過2黃，所以下屆世界盃第一場都要停賽。咁根據數據顯示呢，佢喺英超犯規嘅次數呢，甚至係多過成功鏟斷嘅。咁對一個防中，甚至佢呢個俾大家定義為世界級防中嚟講咧，都算係幾誇張啦。我自己覺得咧，有多多少少都係因為佢年少氣盛啦。呢張紅牌咧，唔單止反映咗佢嘅風格，仲反映咗佢作為一個專業球員同埋防中一個成熟度嘅問題。就算馬利斯卡賽後話呢張紅牌咧係冇問題啦，都唔代表呢種情況以後唔會再發生嘅。咁佢呢個球員一定要大執㗎啦。其實卡斯道個人能力係有，但佢距離 top tier 咧仲爭好遠嘅，因為 top tier 嘅球員係要有紀律嘅。咁呢方面迪勤懷斯咧就做得比卡斯道好好多啦。咁所以其實呢個頂級防中嘅一個對決，我會話係懷斯更勝一仗嘅。呢個亦都係今場波一個重要嘅轉捩點。好啦，咁講到呢度咧，喺紅牌之後咧，成場波都變得好有趣嘅，因為車路士咧唔係淨係死守，即係同對曼聯嗰場又係紅牌打少個，車路士咧淨係死守啫，唔攻嘅。咁而今場咧，車路士反而踢少一個，仲踢得比阿仙奴仲好啲添。喺角球入波之前咧，車路士10人應戰下仲可以保持反擊啦，防守亦都保持緊密嘅。你睇翻球隊嘅執行度咧，10人應戰最怕係咩咧？就係一開始你大家就 panic 㗎嘛。咁如果你一支球隊縮霎去你禁區後邊，後防壓力大，中場又少咗個，成隊波咧就會散晒㗎咯。但係車路士今場咧就做得好好啦。佢哋點樣保持呢啲反擊咧？
靠嘅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後備球員呢就換得夠好，就位置對位置嘅。第二前場亦都有球員去緊逼對手嘅，唔係完全放棄唔壓迫對手。馬利斯卡亦都收起咗伊斯迪方同埋祖奧柏度呢啲覆蓋範圍唔夠大嘅球員啦，換入咗加拿祖、戴納呢啲肯跑肯搶嘅球員入嚟嘅。第三最關鍵呢就係車路士成隊波都好清楚自己要點樣踢10人波嘅。咁你同阿摩廉唔同啊嘛，佢上場屌你老母去對愛華頓10個打足70幾分鐘都入唔到波嘅，製造機會都冇乜。你睇下今場車路士數據係點樣？全場射門射咗11腳，4球中籠。阿仙奴得8次射門啫，都係4球中籠嘅。控球率呢，車路士就3成8，阿仙奴就6成幾嘅。咁即係話呢，佢哋雖然控球少，但佢哋每次反擊呢都好有效率嘅。就算你話佢哋靠生波、靠反擊入波，都完全唔會令人出奇嘅。至於角球入波呢，其實都好奇怪嘅。阿仙奴今季出名死球進攻好勁啊嘛，點解佢哋防守上面好似成日都失波咁樣嘅？我哋睇下加力查又點樣評價下。上季其實已經提過，阿仙奴防守定位球係有少少隱憂，入波就冇乜問題。今場入球入邊，查魯巴其實表現好好，佢同天伯糾纏埋一齊，但可以見到阿仙奴有幾個防守球員都係淨係顧住黐人，而唔係真係衝上去爭第一點。後柱嗰邊 Mosquera 成個人都係對住 Enzo， 好似只係驚俾人走甩，而唔係諗住頂走個波。整體嚟講，車路士憑呢球真係值得。的確係嘅，阿仙奴喺今次防守角球上邊呢，佢就唔係搶點，而係 man mark 嘅。你本身都打多人哋一個啦，係唔係可以做翻個好啲嘅區域防守呢？講得再白啲就係阿仙奴11個打10個嘅時候，你防守角球嘅 set up 呢，其實本身就有漏洞。你睇禁區後邊嗰一點呢，仲有人喺度 mark 住阿安素嘅，所以查魯巴呢個入波呢，我就唔會話係車路士好彩咯，而係阿仙奴嘅死球防守組織呢，係的確有啲鬆散嘅。咁對阿迪達嚟講呢，打多一個輸球角球，一定好唔甘心啦。咁你喺落後1球嘅情況之下呢，想打穿車路士後防就更加困難啦。真正可以打穿車路士後防嘅一啲攻勢，其實就真係唔多嘅。喺多數時候啦，阿仙奴咧其實都係靠啲邊路爆破啦，譬如薩卡右邊啦，左邊馬田尼利同埋換入嘅馬杜亞基啦，都係一啲邊路爆破同埋傳中。咁而車路士打10人之下咧，又唔係完全冇反擊喎。馬利斯卡好大膽啦，亦都踢少個中場就算。咁所以邊路爆破呢個戰術呢，其實對車路士當時嚟講根本就唔係最困難嘅一個情況。反而如果你話對車路士最困難、最難頂嘅攻勢呢，其實反而係啲中路嘅 overlap。咁但係阿仙奴呢就冇做到嘅。但係阿仙奴追和嗰一球就體現到阿仙奴球員嘅一啲個人質素啦。美連奴做嘅嘢呢，我覺得喺阿仙奴陣中係比好多前鋒做得更好嘅。我哋睇下加力查點樣形容佢。當個波轉側去沙卡嗰邊，大家重新站好位之後，禁區入邊變咗3打3呢種最基本對位。結果沙卡放開 Cucurella， 傳個靚波入去 ，Moran 留後搶點頂入。佢喺隊入邊就係做呢啲角色，好典型嗰種禁區殺手，唔係傳統中鋒，但總之入到禁區就會準時殺到。Moran 真係幾醒，佢雖然唔係正號9號，但好識點樣先拉開Fofana，再 cut 入後面。前鋒成日講，你一見到對手後面個背號，即係你已經喺佢身後，心理上就食住咗佢。美連奴真係好醒嘅，唔知阿仙奴球迷呢點睇約基利斯同美連奴呢？我覺得阿仙奴如果今季想攞冠軍呢，美連奴呢個球員其實好重要，即係佢唔係淨係做前鋒咁簡單，佢喺前面入完波仲會翻後防守，即係你前中後都見到佢嘅。真係好撚勁啊！呢個球員。好啦，咁今集呢就講咗咁多先啦。呢場1-1嘅倫敦打比呢，我會話車路士係搶到1分啦，而阿仙奴呢帶走1分係勉強都叫 OK 嘅。唔知大家又點睇呢場波呢？
又或者你唔係好同意加力茶嘅分析呢，你都喺下邊留言同翻我分享嘅。想我講曼聯或者講下其他球隊嘅，都可以繼續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